你話離譜唔離譜？信用卡俾人盜用，正常應該係發卡公司幫你搞掂，點知呢家下反而呢要事主自己俾翻仲裁費，即係話如果你想追討翻啲被盜用嘅錢呢，對唔住啦，你要自己出錢申請仲裁，仲要都唔平啊，成600蚊美金噶，唔係講笑啊！萬一打輸咗官司呢，啲錢都冇得拎翻，仲要蝕埋仲裁費添。Hello，我係 Cashback 姐啊。平時好中意研究優惠同埋回贈嘅嘢，開呢個 channel 主要係想分享翻各大銀行嘅獎勵積分、現金回贈、航空里數、信用卡回贈資訊同埋賺錢嘅技巧，令大家都可以輕鬆掌握控制自己資產嘅竅門，有個地方可以交流下心得，一齊揭開財富嘅神秘面紗啦。今次嘅事件啦，係由有線新聞報道啊，話個主角咧關小姐，佢平時咧同大部分香港人都一樣，會用信用卡網購、訂酒店、增值八達通，感覺好方便。佢將信用卡啦，仲用咗20年，從來都好小心，唔會亂開啲可疑嘅網站啊，密碼亦都唔會亂咁俾人知。但係就係啱啱過去2個月啊，竟然發生咗2次被人盜用嘅情況。第一次咧俾人碌咗60幾蚊嘅美金，第二次咧又俾人碌咗9萬幾蚊嘅日元啊！一收到 SMS 短信咧，見到啲不明來歷嘅消費，關小姐咧已經即刻打去發卡公司，希望可以快啲止蝕啦。佢以為只要夠快啲錢咧就可以追翻，點知咧現實咧係殘酷嘅。要即刻係打電話，咁佢就話而家填唔到嘅，咁要我去個 centre 度咧就填一份爭議書。對方咧要自己親身去辦公室填翻表格交資料，仲要咧等對方調查。調查期間啦，啲錢咧照計利息，冇凍結筆數啊，搞到事主咧壓力好大。佢開頭就話呢筆數唔係你簽嘅咧，就唔使你負責嘅。咁我就第一次收到月結單，我就冇交到呢500幾蚊啦，因為60幾蚊俾折合咗港幣就係500幾蚊嘅。咁但係我下期嘅帳單咧就見到佢收我300幾蚊利息。咁我覺得真係好唔合理咯。好彩啦，最後咧投訴咗一陣啦，先 waive 到。更加離譜嘅係啦，發卡公司咧要佢找翻條數。如果你唔服調查結果咧，想再上訴，仲要自己俾600幾蚊嘅美金申請仲裁。而且萬一打輸咗官司，除咗要蝕埋俾人碌咗嗰筆錢啦，仲要連同仲裁費一齊俾埋，真係咧雪上加霜啊！俾訴訟費已經係非常之唔平等啦，同埋佢冇好清晰交代到訴訟啲乜嘢，同邊個訴訟，邊間律師樓，點解要訴訟，佢全部都冇交代。大家知唔知咧？香港信用卡如果係銀行發出咧，係受到金管局監管嘅，有明文保障，即使真係唔小心中招啦，最多咧都係賠翻500蚊就搞掂。但係咧，財務公司咧就唔同講法啦，始終咧冇消費者保障上限，金管局咧又唔可以插手，即係你張卡俾人盜用咗咧，照樣要自己追數，俾錢打官司，冇人幫你頂。金管局咧，譬如會透過銀行營運守則，就會同佢即係要監管嘅銀行咧，譬如明確要求咧，銀行必須向客戶提供有關使用信用卡爭議程序括弧例如申請退款嘅資料。但係咧，如果個發卡個機構唔係銀行咧，金管局就根本就冇一個法定嘅權力可以去介入啦。啊，譬如呢個個案咁係一個財務機構背景嘅去發行呢張信用卡。即使有幾唔妥當都好咧，金管局係完全冇權，因為佢法例上金管局係監管嘅只係銀行，唔係監管財務機構。關小姐仲話，成個處理過程啦都好麻煩嘅，打去客戶服務咧冇咩幫助，啲職員咧只係會叫你嚟辦公室簽文件交證據，成件事感覺唔到係想幫事主，有啲事不關己嘅感覺啊！要你自己去諗方法揾翻啲錢。調查完之後啦，對方咧話有記錄證明咧係信用卡俾人用咗，但係咧亦都唔會主動幫你追數，要你自己再申請仲裁，仲要自己俾錢。關小姐咧覺得非常唔合理啊，因為咧明明自己冇做錯，但係成個制度咧就係要你承擔晒所有嘅風險。之後咧，關小姐咧都報咗警啊，但係咧警方咧都同佢講翻，呢一啲咧屬於境外嘅網絡詐騙，查案咧難度高，未必可以揾得翻啲錢啊。即係咧市民只可以自求多福，真係咧好無助啊！明明嗰張信用卡喺我銀包，但係竟然有人可以喺境外用緊我信用卡嘅資料去付款，其實呢啲嘢係對於真係小市民嚟講係好唔舒服嘅。跟住咧，亦都實際出現咗損失。立法會議員鄧家彪話：佢冇諗過發卡機構嘅網絡安全咁差，佢
佢亦懷疑犯案嘅人唔係響香港。係冇人估到咧，原來嗰個 cyber security 即係嗰個數碼嘅安全或者網上嘅安全咁差，可以咁輕易咁樣咧，一再喺境外俾騙徒去即係究竟係盜取個人資料啊，定係真係用咩方式去境外用張信用卡付款，其實係好嘩然嘅。立法會議員都出聲，話香港網絡安全同消費者保障真係做得唔夠，政府咧應該統一監管所有發卡公司，唔好再分銀行同埋非銀行，因為啦而家咧財務公司發卡啦其實係完全唔受監管嘅，政府咧應該要有行動，將個高標準咧，即係高嘅消費者保障嘅標準應該係劃一拉齊。兩個啦，一個就係防騙啦，即係提升嗰個起碼係cyber security 嗰個水平啦，第二就係出現問題之後，俾消費者保障嘅機制都應該係用劃一啦。所以咧，今次呢單個案啦，都提醒咗大家，申請信用卡之前咧要睇清楚，銀行發卡同埋財務公司發卡保障咧可以差好遠嘅。平時咧唔好亂咁俾啲資料出去，網購啊、訂酒店咧要用信譽好嘅網站，同埋唔好 save 資料，盡量用手機支付。平時咧唔用信用卡咧係要個 app 度 click 翻鎖卡，詳情咧可以睇翻我呢條片。第三，見到可疑消費咧即刻處理，唔好拖。如果真係唔好彩俾人盜用咗，記住保留翻晒所有證據，盡快同發卡公司聯絡。如果發卡公司處理不當呢，就報警，加埋向消委會同埋金管局投訴。必要時呢，就多方會談，同時聯絡，可以對發卡公司施壓啦。最後希望可以盡快修例，財務公司發卡呢要有監管，保障翻啲消費者啊！大家呢都要多啲留意身邊長輩朋友有冇乜嘢信用卡嘅問題，幫手睇下佢哋，小心咧遇到騙案啦！如果你都覺得香港信用卡應該有保障同埋有改善嘅空間呢，記得 like 我呢條片 share 俾朋友，留言講下你有冇遇到類似嘅情況啦。如果以上嘅資訊令各位 CB 友有一個正確嘅理財思維，逐步增加自己嘅財富，就係我哋成立呢個 channel 嘅回報。你如果唔想錯過任何回贈嘅資訊，就記得 like、comment、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頻道啦。祝各位 CB 友早日財務自由，有咩回贈嘅問題可以留言俾我啊！